企做深色系，會唔會好似住喺山洞咁，好暗、好壓抑？好多戶主一聽到深色木皮、灰調牆身，都會有呢個顧慮。但係今次呢個單位嘅男戶主，偏偏就係深色系嘅狂熱愛好者。我會同大家分享3個軟裝要點，點樣去將一個充滿壓迫感嘅深色空間，去升華到一個極具個人品味嘅現代美式家居。銀海山莊位於清水灣地段，背山面海，681尺3房單位，戶主係一對年輕夫婦，注重生活品味。為咗迎合佢哋，設計師拆除咗一間客房，擴闊咗2小口嘅核心活動區。不過喺600幾尺嘅空間，客人要求深色系硬裝，深沉嘅水泥灰同胡桃木會壓抑空間，而軟裝可以點樣救翻呢個空間呢？要點1：色彩破局。入到客飯廳，你嘅焦點唔再係胡桃木色，而係一啲鮮豔嘅黃色、綠色、橙色等等去分散你嘅焦點。我揀咗美式復古風好流行嘅焦糖橙布圍梳化，作為整個空間嘅 visual focus， 瞬間點亮咗成個客廳。要點2：材質輕盈化。喺深色空間入面咧，我哋避免使用一啲厚重嘅傢俬，而係選用一啲輕盈嘅軟裝，咁令到成個空間好似識得透氣咁。我揀咗玻璃茶几同埋半透明嘅紙質吊燈。材質本身嘅穿透感會抵消咗深色牆身帶嚟嘅壓迫感，無形之中將視覺變得更輕、更鬆。兩夫婦都有工作需求。Ronald 喺近窗位置規劃書房，黑框玻璃趟門取代實體牆，將自然光完美引入客廳。行入書房呢，就係要點3：曲線同埋直線嘅平衡。當硬裝嘅線條比較方正呢，我哋就要用軟裝去調和。兩側嘅深色木櫃連同頂部飾面組成咗一個龍門框，框住窗外面嘅景觀。龍門框線條利落，我揀咗棉麻坐墊、黑色地燈同埋圓形嘅布織地氈，豐富曲線嘅元素。呢間屋嘅功能區設計一樣充滿驚喜。廚房牆身選用水泥紋磚，配搭不鏽鋼台面，將粗獷嘅工業風同利落嘅現代感巧妙融合。呢種型格基調一路延伸落洗衣區同浴室，就算係最功能性嘅空間，都維持住極高嘅設計一體性同生活質感。軟裝係最能夠反映一個人嘅品味同埋性格嘅。我哋提供一站式軟裝搭配嘅室內設計服務，幫你鍾情嘅設計風格發揮到極致。如果你都有獨特嘅風格，唔知點樣調和，不妨嚟灣仔揾我哋傾下。